用台语学汉语第36集。一年大几岁，写即个岁；过年加一岁，生日加一岁，冬节嘛加一岁。细汉的时，我就是一年爱大3岁，过2天就是冬节。即集来讲岁。耳仔识天有即句：冬有月在，夏月岁，霜月事，秋月年。这是古早4个朝代对过年的讲法。冬有就是尧帝、舜帝2个朝代。舜帝再传位予大禹王建立夏朝，商汤推翻夏桀建立商朝，周武王姬发推翻商纣王建立800年的周朝。有人根据即句断定夏朝的国语就是闽南语，你相信吗？考古研究遮尔简单哦。现代天文讲的木星比地球大1300倍，古早号做彗星，认为是凶星。即个岁和几岁的岁，台语是读同音，毋知中文为何读无同音。木星公转太阳一圈要偌久呢？接近12年，12生肖嘛12年。按日制，分28宿为12次，彗星12岁离周天。即个岁包含先人真侪天文知识，时代无共啊。即卖的人知影一年大一岁就可以啊。为虾米台湾人讲食冬节圆就大一岁？一元复始，三阳开泰，阁是虾米意思？即集来研究一下。细汉看的农民历，第1页拢有即张图，这号做12辟卦，辟者君也。即张图包含一年的12个月，每一个月有一个代表的卦象，每一个月有2个节气，所以有24个节气。即张图大约的意思是安尼：旧历10月是寒天的开始，节气是立冬、小雪。立冬，阮妈妈习惯讲补冬。卦象是坤卦，落后拢是阴后。煞来11月，节气是大暑、冬至。冬至即天日头上短，冬至一阳生，落阴后的坤卦伫即个月生一个阳后，即个月卦象就变成做地雷福。钱会使买糖仔，会使合田、合家伙。自秦始皇发行的铜钱，代表天圆地方，一直到清朝才有冤大头的发行，空才正式消失。注意哦，冤大头的一元，写即个元，就是圆啊，无空啊。民国50年发行面额上大的纸钞10元，写即个元。元当作是钱的单位，是即几年才安尼简写的，毋知谁发明的，毋知谁开始误用的。一元复始和钱无任何关系，先厘清。一开始，即句是真口语的讲法，中文、台语拢安尼讲。说文解字的第1字，讲是为初太始，道立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讲文讲是数字始也，物字吉也，动也，消也，楚也。元，说文解字的第2字，元始也，一年的开始就是元旦，重新开始的第1天叫元旦。
一元复始，一初夜，始当然嘛是初夜，复中复，一元复始，重新开始的第一天。冬至这个月挂像是地雷复，一元复始嘛可以解说是一阳来复。冬至这个月11月，搁号做子月，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12个月对应12地支。安尼有想到为虾米冬至爱加一岁无？冬有月在，夏月会，商月戌，周月年，祭祀就是祭。商朝的时阵，过年搁号做冬祭。安尼的习惯流传至即卖台湾人。咱习惯讲冬祭，毋是冬至哦。毋知其他的华人有啥物无共款的讲法，欢迎留言分享。冬天为10月开始，挂像是坤，节气是立冬小雪。11月就冬至一阳生，挂像是地雷复，节气是大雪冬至。12月就二阳生咯，挂像是地泽临卦，节气是小寒大寒。冬季的6个节气就安尼记：冬雪、雪冬、小大寒。小大寒过去，就是春天的开始。正月夏历的第3个月寅月，卦象就是有3个阳效的地天泰卦，所以讲三阳开泰安尼来的。正月的节气就是立春雨水。2月卦象是雷天大壮，节气惊蛰春分。惊蛰这天开始单雷公，铁虫始动。3月已经是5阳啊，卦象是极天决，节气是清明谷雨。节气歌安尼唱：春雨惊春清谷天。搁来看这张图，为10月的坤卦开始，节气是冬雪雪冬小大寒。春天的节气是春雨惊春清谷天。搁来10月的坤卦是六阴孝，对应4月的乾卦，六阳的乾卦。11月的冬至是一阳生，对应5月的夏至一阴生。这张12辟卦有感觉愈来愈亲切无？冬天是为六阴孝的坤卦开始，夏天就为六阳孝的4月开始，卦象是坤卦。4月的节气是立夏小满，4月是六阳，5月呢夏至一阴生，卦象就是天风姤，节气是芒种夏至。来到6月，已经上升二阴，卦象是天山退。6月冬是上热的时节，节气是小暑大暑。节气歌就是夏满芒夏暑小凉。搁来7月已经秋天啊，上升三阴，卦象是天地比。比卦是一个无好的卦象，因为天地不对位，对应正月的泰卦。泰卦是天地正位。有一句成语“否极泰来”，是讲人若是无顺时到一个程度，就会反好啊。此乃天地循环也。
新月节气是立秋处暑。八月4个阴后，卦象是风地官，节气是白露秋分。9月5个阴后，卦象是山地北，节气是寒露霜降。节气卦是秋处露秋寒霜降。这张12撇卦是毋是已经完全了解啊？六阴的坤卦，六阳的乾卦，冬至一阳生的一元复始，正月过年的三阳开泰，这4个简单的卦象，咱甲记起来，以后看到旧版的农民历，讲互细细仔听。24个节气用节气卦来记忆，为春天开始，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逝细冬小大寒。夏历的过年是冬至，这个月11月就是子月，12地支为这个月开始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对应12生肖：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大人我毋知，若教小朋友读2届啊，因一世人拢记条条，这就是文化传承。有人讲古早的24节气无准，有一个状况你先想看卖。亚速炉开大火，这时阵鼎什么温度？拄要烧尔，毋是上烧，是吧？同款，食物放入去冷冻库，是毋是爱经过一站时间才会变冷？12个月对应12地支，也可对应一天的12时辰。中午斗嘛毋是上热的时阵啊，是吧？俗语讲，一日烦恼日落心，日时的烦恼，烦恼到日头落山的辰时，就莫阁操烦啊，先去困吧。暗时的烦恼呢，一暝烦恼加报应，天光加退啊，就莫阁烦恼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今年的冬至是12月22日，一般冬至是12月21。这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日头上底。这天以后，日头开始往北回归，所以讲冬至一阳生有伊的道理吧。夏至就是6月21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。3月21，春分，日暝对分。秋分是9月21，嘛是日暝对分。这4个节气固定就是这几天，前差前后一天。12撇卦讲完，来讲你几岁读小学。入学的第一天是读几年啊？有可能是读0年级吗？无啊，无人安尼讲呢。入学的第一天就是一年啊，数字4爷，真正是再正常不过啊。人一出世几岁，当然嘛是1岁。数字4爷，有任何问题吗？什么生肖是几岁？农民历拢有写。年尾囡仔8岁读册，年头囡仔7岁读册。细汉阮庄头逐个拢安尼讲。台湾人做大生日是几岁？61、71、81。
这才是台湾人自古以来的文化。学校，大家是安尼讲吗？印象中细汉的时，我是讲校，有人嘛安尼讲吗？这字校将拍，顶一集讲过，拍等于拍，所以写这字共款。本调是中声调，复合音就变调做假音调，莫袂记字。这字倒学的？看到这句才想到，这字校音切校校切读音校。什么是校？就是打叉叉做记号。校者言乎便者也。孔子安尼讲。八卦是由3个校组成，每一个校有2个变化，音校或者是阳校。3校就有8个变化，所以讲八卦。学就是学习叉叉，学习便者也。这字校呢，玉偏讲是教也，教才知影困难的所在，所以是为学之半。什么是学的一半？将叉叉、将子、佮将拍、教正字安尼写，教就是教叉叉啦，教变动的道理。这字教将子会使教囡仔，嘛会使教大人吗？上好莫啦，大人有所知障，要安怎教啦？这集的重点，台湾人一出世就是一岁，天道如此。佮讲到12辟卦，24节气，你背起来吗？原来古早的过年是冬节这天，八卦的记号就是校，校教育原来拢是将叉叉的校。